最新的消息来关心的是阿东温女子出兵500公尺的项目，咱的选手陈映哲是搁在甲人车拼，落尾伊的成绩是38秒88，伫所有的这个选手内底呢是排第5名。虽然讲无通徛上颁奖台，也毋过伊的成绩也是互人真愕乐。 台湾女子选手陈映哲伫500公尺项目排伫咧第6组，甲来自南韩的选手共场竞赛，不过一个示范无在，小可有出去。到第100公尺时阵，陈映哲全力冲，成绩是38秒88，伫4位选手内面排第5名。伫比赛后，伊讲有淡薄失望。最后一个弯道压力没有压好，所以有一点小失控，但后面有赶快再稳回来，所以过程中其实。 还算 OK， 但还可以再改进。对，虽然无提牌，不过成绩是袂歹。但映哲讲，也会继续努力，把缺点改过来，搁要拼冬季奥运。把自己的技术、速度慢慢的一直提升，然后到时候就是用最佳状态来挑战冬奥。同款也尽力的，也个举办得到 F4。台湾伫男子1000加5000接力拢有晋级。 一开始是男子1000公尺半准决赛第2组，台湾的蔡家辉无下后尾90分，甲包括中国、南韩正强的对手共组，上面蔡家辉成绩1分29秒972，排伫咧小组第5名，无法度晋级准决赛。对自己的原本预设的成绩高了非常多，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比得就是非常好。过来男子5000公尺接力准决赛，咱甲中国、日本、泰国共组。 激烈竞争了，咱的成绩7分31秒168，本来排小组第4，不过因为泰国犯规成绩被取消，台湾以小组第3名进入决赛 B 组，成绩7分15秒589，得到第5名。透过大家稳定的去思考着如何比赛，然后稳定的发挥，到最后也拿下了不错的成绩。得到竞逐出兵选手表现正赞，要继续努力拼后一届亚冬运的颁奖台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